来，杜公子，一杯薄酒，不成敬意。大伯父客气了，谢谢二伯父。来，老爷吃菜。好。父亲，女儿近日刚得了一种叫白山银针的好茶，润肺生津，您喝着解解酒可好？好。双双这孩子孝顺，有一点好东西就想着赶紧给老爷送过来。前些日子他见我的烙子旧了，不声不响的就给我打了一个新的。老爷，你快看看双双，眼睛都熬红了。这烙子做得甚是精美，三小姐的孝心令人感动。杜公子若是喜欢，我再打个3、5条给你。不如三小姐帮我个别的忙吧。我刚听伯父说，甘露堂正在生产一种入口更加绵和的家饭酒，我想给家父进一批。三小姐只需要告诉我这酒的名字。这酒叫做春不老。夸奖。今日难得有客来访，欢聚一堂，罗家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。爱莲、雪儿，快入座。哈，都坐，来，都坐。哎呀，瞧我这3个孝顺的侄女儿，我这单身汉啊，真是羡慕。哥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这才刚见一面，事情还没个定论，别那么沉不住气。杜公子能让小厮给您竟然送礼物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急有什么用？谁让你平日里只顾着摆弄胭脂水粉，不好好学习酿酒，在杜公子面前不得脸，还惹得你父亲生气。爹只顾自己面子，也不替我撑腰，他是老糊涂了吗？住嘴！你父亲本身就偏心你长姐，有意想让他接手甘露堂。若你刚才那混话让你父亲听见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碰罗家的产业了。娘，我这些年任劳任怨、做小伏低的伺候你父亲，对罗爱莲也是极尽关心，可他就是不肯扶我做正室。他既不为你我打算，我们娘俩的将来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娘，你要帮我。你先在屋里安安静静的待着，娘替你想办法。不行，我可等不了了。大师说了，一切看我的抉择，我不能输给罗爱莲。杜公子，杜公子，站住！爹，这么晚了，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在南客房外徘徊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我没有。
你也不小了，也该收心了，好好的跟你两个姐姐学学。我自是不如两位姐姐，不懂得讨父亲欢心，还敢顶嘴！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晚上去甘露堂替你大姐跟着师傅学习酿酒。啊！跟我回去。爹！进来吧。姐姐，姐姐，怎么了？杜公子他死了。姐姐，你别哭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才他来房间。我要向罗家提亲，求娶你。谢杜公子抬爱，可婚姻之事，当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公子还是快请回吧。我拒绝后，他要对我用枪。杜公子，我只是在推了他一下。三爹，他进房间来，喝了酒，面色也很难看。莫不是喝酒引起的隐疾？不行，我要去禀告父亲，通知陆家随从。姐姐，你细想，倘若杜若山是隐疾暴毙，那与姐姐无关；但若是让人知道他是死在姐姐的闺房里，他们定会认为是你做了什么，到时候与我之自责也说不清。那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他是死在自己的房间被发现的呢？把他放回他本该在的地方，就不会有人把他的死和姐姐联系到一起了。马车停到门外面，一会儿随我去车上，把东西搬下来，整理了收拾好，给我们杜少爷送到房间里面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怎么办？先把它藏起来。什么声音？谁啊？不知道。谁在那儿？谁啊？谁在那儿？谁？出来！谁呀？行了，都别看了，多半啊是只院子里的猫，干活去吧。是。罗继堂，你给我出来！罗继堂，罗继堂，
你还我儿子命来！我说杜员外，令郎去世，我们都很痛心。仵作也检查了尸体，现在就让仵作把检验的结果说给你听。尸体嘴唇发紫，经脉肿胀，在下判断，杜公子应是死于胸痹之症啊。我儿子年纪轻轻，身体一向很好。员外有所不知，胸痹之症十分狡猾，患者长期患病却不自知，一旦饮酒过量或者情绪激动，可能纵然发病，危及性命啊！你们罗府找的仵作，还不是看你罗基达脸色行事？若是杜员外不相信我们罗家找的仵作，大可自己请人来验尸啊！这令郎兄弟死在自己房间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还望杜员外节哀顺变。节哀顺变？我儿子死在你府里，你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给我血战血偿！镇守将军徐承风设巡防辽城治安之事，谁敢造次？是我杀的，我的儿啊！仵作说的确实没错，杜公子死于胸痹发作。杜员外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确实是人生的一大痛。还希望您节哀顺变，不要因为此事伤了我们两家多年的情分。杜公子死于胸痹发作不假，但还有一处伤暂时无法解释。人在生前受伤，血脉会收缩，会出现明显的淤青；但死后受伤，血脉没有收缩，便不会出现淤青。杜公子这脚上有2处伤痕，虽有印痕，但却没有淤青，说明这是死亡不久后造成的。请将军明示。看这形状，应该是被什么圆形的硬物磕碰到了。且这靴筒上有被拖拽之后留下来的污渍，说明这尸体很可能被人移动。在运尸如此紧急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出现尸神，说明这搬运尸体的人力量不足，而且很有可能是一名女子。杜公子这伤势如何形成，暂且只是推论，但人确实死于胸痹发作。既然这人的死因已经有了定论，还望你们不要继续寻衅滋事。如有任何疑义的话，可以去官府申诉。杜员外，还望节哀。杜兄啊，我愿意把罗家田庄地契和甘露堂未来3年所有的应收，全部赔给杜家。我儿子一表人才，连京城的怡亲王都对他青眼有加，他就是老朽的命，怎么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你家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杜兄，你要我怎么做呀？我给你1日时间，明日你们罗家必得交出一个女儿，同我儿子下葬，抵明配冥婚，否则我豁出一切，也让你罗家永无宁日。什么配冥婚？你放心，爹就是死也会保护你们，绝不会让你们去送命的。
爹，其实此事的确与女儿有关。昨夜，杜二山突然来我房间求亲，我断然拒绝后，他竟然要对我用强，拉扯间，他才凶逼发作。禽兽不如！爹，将军不是已经有了定夺吗？咱们要不报官吧？他们杜家家大势大，现在又死无对证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可能会污蔑你，勾引杜公子倒打一耙，到时候你的清白全被毁了。父亲绝不会让你配冥婚的，此事你不要插手了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父亲不让罗爱莲去配冥婚，该不会是想让我雇罗雪儿去吧？罗爱莲和罗雪儿两个贱人互相袒护，父亲又一向偏袒罗爱莲，万一父亲听了那贱蹄子的怂恿，再把我推出去，那可不得了。今晚的事，我就当做没发生过。公子，还是快请回吧。这个好说，伯父对我颇有赏识，只要你我心意相通，他不会不答应。可我与公子并非心意相通。并非心意相通，那你又怎会送纸条约我来相会？纸条？什么纸条？你自己写的纸条。我来了之后，你又装作浑然不知此事。我倒想问问大小姐，这般惺惺作态，唱的又是哪一出？杜公子，他看多了，杜公子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爱莲。这香味，双双写墨丑，不爱写字。爹特地给他研制了加香料的墨。难道是他？阁老所说的那些案卷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有一部分案卷未有。谁？他嘴里有毒药，养得起死士之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将军此次来聊城圣人，表面上是寻芳之安，实则奉圣旨巡查半年前丢失的黄标参宝图。可咱前脚刚到聊城，后脚就让人跟来探查，这文明也太快了吧！所以我们今后在聊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才是。看这形状，应该是被什么圆形的硬物磕碰到的。杜公子，谁？将军说这伤和那位杜公子的伤？没错，杜公子脚上的伤很可能就是这鹅卵石造成的。好了，看来我们要去罗府走一趟了。大小姐，他们出去了。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
果然是他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去甘露堂巡查酒缸，冒充我的人定是知道这一点，才把杜若山约到我的房间。可昨天冒充我的人并没有出现，定是出了意外不能前来。是啊，昨夜正是三小姐被老爷惩罚学习酿酒。双双对杜若山的心思人人皆知，他定是以为杜若山钟情于我，所以想趁我去甘露堂巡查酒缸之时，约杜若山来我房间，想勾搭一番，再逼他成亲。所以这一切祸事全是因三小姐而起的。冰儿，你守好这里，我去叫父亲前来查看，免得他不认账。好的，小姐。爹，爹，您在吗？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徐将军这边请。爹，让开！爹，口唇微张，喉部肿起，看起来像是哮喘病发作引发的窒息死亡。这尸体还是温的，应该刚断气不久。陆安莲，你看他父亲哮喘病发作，为何不叫大夫？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刚来，你刚来，父亲就死了，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一定是杜家人要你配冥婚，你怕父亲打你就害了他。父亲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残害至亲呢？冥婚？你怎么知道冥婚之事？你见过父亲？我没有，我是在父亲房间门口听到的。徐将军，父亲刚刚断气，陆爱莲是最后待在这儿的人，杀人的不是他还会是谁呢？陆叔叔，你胡说！够了！事到如今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是否搬运过杜若山的尸体？他嫉妒，对我不轨在先。张之主出了意外，我只是一时害怕，为了生育，不想他的尸体出现在我房间。但我真的没有杀人，是罗叔叔，是他贪恋杜若山不得，伪造我的笔记，写纸条约杜若山出来，才闯下的大祸。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现在又想污蔑我杀了父亲。什么纸条？这都是你编的，有谁可以作证？你是在我房间里找到证据的。冰儿现在就在你那儿，他可以作证。徐将军，他们主仆二人就是串通好了要害我，是他们做好了假证据，放在我房间里要诬陷我。罗爱莲，你还有第三个人证吗？你有吗？你说啊！徐将军，就是他诬陷我，他才是那个最后出现在这儿的人啊！将嫌犯罗爱莲暂时收押，真相调查清楚之前，不得释放。